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阿强的军机，一透早佮侵入咱的西南的空域，甚至甲咱话讲，咱这是台湾地区。国防部长严德发讲，阿强的侵扰甲威胁，咱拢有因应的措施。啊，部长嘛来宣布讲，成立着防卫动员署，甲每一年的教调，也就是教育调集的人数，为12万人增加到26万人。中华民国空军广播，位于台湾西南空域，高度7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，你已进入我 ADIZ， 影响我飞行安全，立即回转脱离。中共军机伫台湾西南平地飞，不是新鲜的代志。今日透早解放军有回应啊。台湾地区，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，正在进行例行训练，请不要干扰我正常行动。解放军讲咱是台湾地区，佮讲这是例行训练，面对这款的呛度，国军是严阵以待。从年初到现在，中共是非常频密的，到今天总共是217架次进来，空军的应对的频率是已经出动了2197架次。中共军机步步进逼，空军嘛都要升空赶赶走。入去关心讲国防预算会超过，不过有一寡钱无度省。就算美国国务卿庞培欧接受日本媒体访问，强调美国会采取一切措施阻止中国打台湾，不过国家安全靠家己较实在。自己国家自己救。我们的国家国防的安全要建立在自己的实力上面，强化我们的防卫作战的能力，以及展现我们自我防卫的决心。毕竟自助才会人助。因此，除了双臂部队，嘛针对后备战力进行改革，国军将成立防卫动员署，每一年调集训练的量为12万人增加到26万人，后备力为7个增加到12个，要加强后备的战力。